每年3月中，香港浸會大學學生宿舍蔡元培堂宿生會都會為蔡元培先生舉辦各種紀念活動，名為元培節。蔡元培先生生於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喺香港病逝，係我國近代革命家、教育家以及政治家。佢亦都係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1917年至1927年間擔任北京大學校長，革新北大，開學術同埋自由之風，大倡兼容並包。兼容並包嘅前提係自身嘅獨立，而獨立就係來自完整人格。所以蔡元培先生特別關注大學教育對人格嘅培養。蔡元培先生認為，當時中國社會面臨最大嘅問題係社會道德嘅淪喪，所以大學係有責任去扭轉呢種趨向，培養健全嘅人格，甚至比第一流嘅研究成果更加重要。蔡元培先生對教育充滿理想，絕對唔係流於空泛。佢支持創辦北京大學日刊，定期報導關於評議會同埋教職工會議嘅情況，令到校方內部事務公開化，從而取得學生信任。中國歷史民族學家顧頡剛曾經講過，如果學生嘅建議有助學校進步，而且又係可行嘅話，將佢哋刊登喺北京大學日刊，就可以令學生同埋學校之間唔再有距離感。長期以嚟對校方官僚風氣嘅厭惡亦都唔會再存在。呢一種利用輿論力量進行監督嘅做法，對於一般領導人嚟講，無疑係自找麻煩。但係對於偉大嘅蔡元培先生，就係泰山不讓寸土，乃成其大，貫徹佢對大學教育嘅理念。試問，本港又有邊一所嘅大專學府能夠擁有呢一種教育胸襟、兼容並包，係香港教育界應該反思嘅地方。蔡元培先生提出現代學生應該具備嘅3大條件：第一，係要有獅子般嘅體力，代表有健全嘅體格同埋精神；第二，為咗配合新時代嘅步伐，學生亦都應該有猴子般嘅敏捷；第三，係駱駝嘅精神，咁樣先可以做到任重道遠，擔起國家大任。除咗以上3項基本嘅條件之外，仲要加上對藝術嘅愛好、自愛同埋愛人嘅美德。1919年1月喺巴黎和會上面，英、美、法、日、意等國冇理會到中國民眾嘅呼籲，將德國喺中國山東嘅權益轉讓俾日本，引起中國民眾強烈嘅不滿。喺隨後嘅5月4日，北京大學等13所院校學生聚集喺天安門舉行示威活動，提出愛憎國權、愛情國策、取消21條、拒絕合約簽字嘅口號。隨後，對於學生激烈嘅行為，軍警加以鎮壓，並且逮捕學生代表32人，令到社會各界紛紛支持同埋關注。由於社會強大嘅輿論壓力，曹、陸、張相繼被免職，而總統徐世昌亦都提出請辭。喺6月，工人相繼復工，學生停止罷課。6月28日，中國嘅代表亦都冇喺和約上簽字。呢件事被稱為五四運動。當大量學生被捕嘅時候，大家都聚集喺北大裏邊，束手無策。呢個時候，蔡元培先生就同大家講：你哋今日所做嘅事，我全部都知道啦。我寄予相當嘅同情。
仲未講完，全場已經呼聲雷動。佢跟住話：我係全校之主，我自當會盡營救學生嘅責任。關於善後處理嘅工作就交俾我啦。我淨係希望你哋聽我講一句説話，由聽日開始照常上堂。